学哑语。以上呢，这份以色列的子孙朝犹大列这份和犹大的子孙。以上呢，以色列这份子孙朝犹大列这份犹大列这份大定愿意头地能做能也头地到底宁波刚加瓦刚加讨教到主就是上帝的意思。以上呢，这份草犹大列这份草就是和，我找他一起去，我跟他一起去。这个草字方言好像听说了。大就是定，它一定的定。大人也讨地，人我到底，讨地，到底这个字方言用。所以看到会，人也是个方言，他认得我，当得的意思。你说有人做了坏事，不要紧，你只管做坏事，你做任何坏事不要紧，有人帮你摁到你，他帮你挡着呢，是吧？他可以做坏事，因为有人帮他挡着呢。宁波杠架讲假话，杠架讨教到主，他们这个主跟上帝讲假话。这个杠字呢，方言以前听过的，让他杠，就是让他讲，杠就是讲，让他讲，让他杠，以前听过这个词。以上呢，这份草，犹大列这份大人也讨地，宁波高架到讨教，这个道它读成讨教，讲假到底，到主，他们给上帝的讲假话。因为它其实很简单，但是呢，你不会方言，他什么都不会。他说我在这住了50年，我住了60年，我是讲普通话的，我是高级人呢。他不会，他是假专家，他是假的，他什么都不会。汉语是搞不懂楚国语的，因为方言和汉语不是一个种。我是汉学家呀，他搞不懂的。我是高级人，我讲普通话呢，别人都不会讲，我会讲的。以上呢，这份草犹大列这份大人也讨地，宁波刚架讨教，他们讲假话。他们都不会，汉语搞不懂。有人说我住了50年，我不会讲方言。他说我是高级人，我是高级人。